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天助我也！二郎们，快过来！走！买卖上完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龙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容祖来。我们大王不劫女色，只劫钱财。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，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义渠君和芈月真是有缘，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月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继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书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啊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会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会后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欺辱月公主你！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，以后我义渠后宫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
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。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五位将军，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夫人，这么多财宝，义渠王可真是出手大方啊！是啊，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，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忌讳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地道哪有什么生意？还是收拾衣角回家吧。这雪是越下越大。继儿，好了，姐，好大的雪啊！啊！这个地方好冷啊，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，还
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阉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呀！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季雅，会啊，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季雅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季城已经到了，到了夜晚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，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哎，将军，您在那边。